如果唔係我個仔學校派咗2張迪士尼券，根本冇可能會去迪士尼。我記得之前去香港嘅迪士尼已經係10年前有多。記得我第一次去日本嘅迪士尼係40年前去日本留學嗰陣，當時日本迪士尼俾我感覺係日日都爆棚。我帶團嗰陣真係好誇張，開咗成20幾30年嘅迪士尼，係10年前朋友啲導遊話封完啦，今日唔俾人再入去啦，日日爆棚。佢唔單止遊客，本地客係最多。香港啲地鐵真係衰格，周圍都冇廁所，淨係迪士尼車站有，一係寥寥可數。今日係端午節，啲人唔去睇龍舟，竟然迪士尼咁多人排隊。呢張門票要成600幾蚊，仲有香港開到8點幾就收皮，仲係冇巡遊。我問過啲服務員，佢話已經停咗2個月。如果冇巡遊的話，真係可以好慳皮。同埋亦都感覺到香港嘅迪士尼真係冇錢賺。聽人講佢9年蝕足，就係加咗2個項目，其中一個就係呢個殺奶人，另一個就係冰雪奇遇。呢個3D 動畫玩完好頭暈，走去食嘢，一個餐要成100幾蚊，我點2個餐就要成300蚊。食嘢亦都係排晒長龍，同日本一樣。呢啲咁嘅旋轉木馬今日都係好誇張。食嘢排隊，不過唔係等咗好耐。佢啲餐係有水準嘅，好過普通茶餐廳。但係我同日本比，唔係特登誇佢好，人哋嗰啲真係出色好多。例如檔口賣嘅米奇老鼠圖案披薩好出色，有海鮮味、水牛奶味，香港唔會有。呢個係我個仔嘅餐，雜扒餐，有牛扒、薯條、香腸同雞扒。佢嗰2塊牛扒係凍嘅，同埋有啲韌。我呢隻雞就幾高水準，絕對好過普通茶餐廳，但係要85蚊。呢個要2嚿水，加碗飯要加18蚊，冇辦法。冇理由咁寒酸走出去食，呢餐食咗300幾，食完呢個就覺得出邊啲茶餐廳80-90係平嘅。我見到有個印巴籍嘅阿嬸攞咗一大盒咖喱飯入去，係佢啲自己食物嘅膠盒，我唔知佢點樣攞到入去。呢個係奇幻世界，同日本比，裏面係細啲，做得冇日本嗰啲咁好。小熊維尼冇日本嘅可以自己控制，同埋有蜂蜜嘅味道，香港完全冇。如果唔係有冰雪奇遇嗰個項目，佢啲營業額絕對唔會增加。我見佢啲餐好多人食剩，我眼見最好就係我叫嗰2款。香港迪士尼同日本比係細好多，但係門票大家差唔多，分分鐘貴過佢，係600幾蚊。呢度冇乜人幫襯晚餐，只係中午餐比較多。眨下眼，香港嘅迪士尼已經係20週年，香港迪士尼係蝕足9年，冇人入去係有原因。聽說就係因為有咗呢個項目，呢個就係冰雪奇遇，最好玩真係呢個，好過玩嗰個 Marvel。Marvel 玩完我會頭暈，但係呢隻船真係幾刺激，佢亦都唔會整到你頭暈。我係倒後衝嗰下，你估佢唔到，倒後上落去真係嚇到你傻。但係要坐好小心你條腰骨，跟住就係向前衝啊！衝到我個相機都歪咗。由於呢度係遊客區。我同大家講，呢度全部都係大陸遊客比較多，港人比較少。冇辦法，香港唔係一個國家，冇日本咁多人。日本迪士尼主要唔係遊客，佢做本地客都夠做。呢個係香港嘅致命傷，加上佢嘅設施冇人嚟做得咁好。日本以前我記得40年前，當時入場附近有一個未來樂園，有個叫做 Michael Jackson 嘅3D 電影。人哋除咗3D，仲有水嘅觸覺，真係有啲水灑埋嚟。Michael Jackson 一揼地嗰陣，啲水飛過嚟，真係有啲水飛過嚟。佢個項目係好耐幾10年都有，但係而家已經冇咗，好可惜。而家仲係喺冰雪奇遇裏面，同大家講600幾蚊真係淨係玩呢個冰雪奇遇。仲有你主要係做大陸遊客，其實你係港人都好，黑媽媽裏面喺個 Fantasyland 有個服務員，我覺得佢態度非常之唔好。拉沙，即係嗰個安全帶，我都冇理佢，跟住佢指住拉沙，簡直毫無禮貌。仲有啲港人喺度睇唔起啲大陸人，我唔該佢收皮。雖然我唔係大陸人，唔關迪士尼事，係嗰個港妹自己嘅問題。嗰個港妹喺裏面打工20零歲到，人哋係你米飯班主，佢簡直係冇家教。我相信香港仲有大部分啲咁嘅年青人，好似台灣咁。喺船嘅巡遊同以前冇乜分別，多咗個火燒場景。呢個降傘奇兵等咗好鬼耐，又係10幾年前嘅嘢冇變到。
香港迪士尼樂園失敗係絕對有原因，嘢食冇日本人咁高水準，遊戲俾人哋信息，原來呢度免費水浸啊！加上有啲年青港妹喺度打工，睇唔起啲大陸客，其實人哋已經叻你幾千倍，你冇咁嘅資格。呢度只係得煙花冇巡遊，梗係唔喺度食飯啦，去咗尖沙咀帶我仔去樂意點心，對面呢間神燈50蚊個點心，真係冇乜遊客幫襯。樂意點心全部韓國妹，而家經濟唔好，個個都精打細算，包括啲遊客。本來想去蓮香樓試下，好在睇嗰啲 YouTuber 介紹，裡面啲嘢差到爆，40蚊個點心，呢度10蚊到20蚊，30蚊點心。我俾個仔食肉餅飯，我個仔好開心，一人一碗椰子燉烏雞湯，跟住整籠高水準叉燒包。想俾個仔食3色小籠包，但係賣晒。呢個叉燒包都係20蚊啫，過去對面要2倍價錢。炸粉果酥炸嘅化炸粉果10蚊咋。經濟唔好，個個都要平，包括啲遊客。幾多韓柴喺呢度排隊？呢個蝦飯真係普普通通，咁樣食咗212，好過喺迪士尼食嗰啲凍嘅快餐。